迎接聖誕節，去來自全市30組的家庭，將近150位親子做伙來到永康復興國小，參與由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所規劃親子聖誕日，有爸爸媽媽、有阿公阿嬤帶孫3代做伙來體驗，利用簡單的材料，家己動手組裝，在創意當中借着親子的溝通，刺激囡仔創意。製作出獨一無二的聖誕裝飾，也成為一家伙仔上好的回憶。來學校一起這樣做親子互動，大家感情變得非常的好，就是很開心可以跟自己的小朋友一起互動的過程。透過這個花圈手作的部分，可以增進那個彼此的感情啊。是我們可以坐下來和小朋友一起合作做手作，然後創造聖誕花圈。那接下來這個聖誕花圈又可以擺在家裡面，作為一家人的情感很和睦的紀念。那我真的很謝謝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辦理這麼好的活動。這個親子手作，它其實就希望能夠家長跟孩子一起來溝通，哈，一起來溝通怎麼把這個東西能夠做得更好，然後孩子也能夠聽到家長的一個指導語，知道說，這樣子怎麼做，他們才能夠達到一個他們想要達成的一個目的。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除了讓大小朋友留下溫馨的親子手作，也借機會來宣傳親子陪伴的重要，特別是假日暫時放下手機等電子產品的束縛來參與活動，應景享受共同創作的過程。家人今天如果不帶孩子出來的話，他們可能就會在家裡各自玩各自的手機，好，那我覺得這樣是很可惜的。好，所以我們今天辦理這樣活動，就主要就是要讓家長一起陪伴孩子成長。好，那希望我們也讓家長知道，陪伴的話，它其實不是只是嘴巴說，其實應該是要用實際的行動來做體現的。為協助市民提升家庭溝通的品質，增加親子的理解和互動，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用心陪伴民眾做伙探索幸福家庭。台南新聞管子採訪報道。